由母语团体主办的母语家庭生活节，伊是互囡仔透过趣味的关卡，哪佚佗哪学台语文。母语团体是真希望讲会当透过轻松的方式，鼓励更较侪人做伙来讲台语。出门一缕花，入门一条龟。什么物件是安尼？快点，什么东西？雨伞。哦，这个。学台语的日客仔话，这是母语团体主办的母语家庭生活节。今年的生活节以录影台语岛为主题，用那像咧耍电动、过关卡的方式学台语文，囡仔也参加真心识。囡仔吼，其实你只要提供伊语言的环境，伊足自然就会学晓。上重要的环境就是伫咧厝内啦，所以父母对囡仔讲是第一要紧。唔但是伫咧厝内爱讲台语，阮规个社会嘛爱来共同支持这个台语囡仔、母语囡仔。希望这个台语岛会当久久长长，而且唔是孤岛，会当一岛一岛一岛安尼甲连起来，到尾规个台湾会当是一个真大的台语岛。生活节透过市啊、课程、讲座多元元素，营造自然讲台语的环境，鼓励大人囡仔甲母语扣读转来。母语团体也发现，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母语的重要性。啊是囡仔拢袂晓讲，后摆真正无人会晓讲台语啊。台语嘛是家己的语言，若是爱家己学起来较好，互因知影会晓听，会晓讲。母语团体讲，因的台语共学团有差不多200个母语家庭的成员。真侪家长会开始参囡仔讲台语，是因为对台语有感情。但是因发现，最近愈来愈侪家长意识到台语参文化历史是真大捌，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讲台语是行母语家庭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